国际骹球总会明年要办第1届世界杯女子室内5人比赛，亚洲有3个名额，咱台湾嘛想要抢门票。这礼拜伫台东体育中学要办中德学校5人骹球赛，准备要选国手，争取明年参加世界杯。5人制骹球比赛，只要有5个人以上，就会当组一队。因为足简化的关系，这项运动这几年伫国内真时行。中华民国5人制骹球协会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国内已经有超过200支队伍。初一早起，全国中等学校女子5人制骹球联赛伫台东体育中学开幕。要为比赛当中选出优秀的选手，争取明年参加国际骹球总会举办的头一届女子室内5人制骹球世界杯。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明年一定有机会拿到这个世界杯的门票，但是我们不启动一定不会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。这届联赛敢若有7个队伍来报名，球队教练表示，5人制骹球比赛对咱国的选手真有优势，因为场地无大，球门嘛较细，适合亚洲人的体格。亲像这一场，台东联队对战嘉义市的天津队，相反球员几啊届挖进对方球门，拢许队员甲守门员化解。地主台东联队的教练表示，东部的女子球员从细汉就开始踢骹球，而且体力好，就有机会红选入去国家队。体能上面总是会优于西部的选手，因为原住民的体能来说真的相当优秀。中华民国5人制骹球协会表示，目前国内5人制标准的骹球场还阁无够，而且还阁需要培养球员。另外，选手的薪水待遇嘛较低，若去用选做是国手，就有可能爱甲工课辞掉，收入会减少，争取袂到好的球员，这嘛是需要重视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